农历3月开始，未少宫庙有展开一寡幽景、文章，也是相关的宫庙活动，这算是宗教的大月，有真侪人潮。伫南投寿天宫，这是道教圣地，未少人趁年假农历3月初3，显天上帝圣诞这日天去参拜。不过有一个灵修的人员，因为挡着其他信众参拜路线，和庙方人员甲顾客叫伊先煞位，不过伊火气是瞬间爆发。 这个红龙有围起来吗？这有围起来吗？清白山的查甫人伫宫庙内底大声咧嚷，和宫庙人员起口角愈骂愈大声。那你这边有围起来吗？要贴公告吗？怎么样？叫你们主委过来。我说你这边有围起来吗？你过来。凭什么？ 这是南投的寿天宫4月初3多是农历初3显天上帝生日，未少进香团和灵修人员到庙内底拜拜。不过穿白衫的查甫人都徛伫牛路的头前，甲其他的人参拜路线挡掉咧。庙方的人员甲考坑伊煞真不满。不要动手，那你不要推他，不然你就报警就好了。对起口角到双方底下咧悠悠辣辣，白衫的查甫人和宫庙人员火气愈来愈大。你这个人的分庙。 你从就爱同尊重者。讲来甲人的跪地，咱嘛爱做共遵守。所以警方到现场，甲双方诱开，甲白衫的查甫人口坑，冲突才无继续扩大。为民众因参拜时间过久，并影响香客动线，庙方人员劝离时，引发该民众不满，后经警方到场调解，顺利劝离该民众。 双方均未提告。庙方认为已经有伫牛路头前打告示牌啊，就是希望信徒会使避免一直徛伫这个位，影响其他的人参拜动线。农历3月多是较侪宗教活动的季节，未少宫庙的祭典活动嘛伫要开始，想要祈求神明保庇，恐惊要是要尽量避免发生冲突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